光光，你把我约来这儿干嘛？椅子、鱼竿、鱼饵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坐吧，动手钓钓呗。说说吧，到底怎么了？想赢。以前你也很想赢啊，为什么这次闹得这么厉害？怕自己赢不了。小雨，搞竞技运动的人很容易在输赢这条路上迷失自己。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国内外运动员在休赛期间特别喜欢钓鱼吗？为什么？钓鱼的关键不在鱼，而在钓。想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我想训练。哎，你喊那么大声干什么？你看，刚摇饵，看鱼给我吓跑了。想训练是吧？嗯。好啊。什么时候你鱼桶里面钓的鱼比我多了，你就开始练呗。一言为定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里面还有一条。7、8。知道你赢了，不用这么嚣张跋扈的看着我吧。愿赌服输。哎，我服什么输啊？你都输给我多少次了？你今天才算第一次赢我，不服气？咱明天接着比。怎么？听你的意思，想不认账啊？我有什么不认账的？那我要去训练去了。你去训练啊？我也没拦着你不让你训练，搞笑。那你整那么大一出，我看你才搞笑呢。我走了。哎，等会儿回来。我这么多东西，我怎么拿回去？你帮我收拾啊。那你怎么拿来怎么拿回去呗。拜拜。哎，搞笑。兄弟们，咱就是说，今天以水代酒，就是开心。哎，那个浩哥，我先给你买上啊，买上，我给自己也买上。哎，就这么买。来，走一个，一个。我干了。哎，这是水，你喝得这么起劲干什么呀？怎么了？哎，我想着。这次比赛之后嘛，咱们就可能要分开了。可能成绩好的也都进国家队了。
对啊，你俩进国家队，肯定要好好表现啊。那浩哥呢？你之后干啥？你不会回家继承100亿家产吧？演偶像剧呢，这是。我可能还是选择做教练吧。我觉得比赛跟带队员一样重要。我也挺想成为梁教练和谷教练那样的人，我觉得那样会很有意思。你俩呢？没太想好，反正就先进国家队呗，之后再看吧。小鱼你呢？我拿第一。锦标赛第一还是奥运会第一啊？我拿了锦标赛第一，我就不能拿奥运会第一了吗？给你牛的呀！第一可不是那么好拿的，前面还有我呢。你多吃点就。哎呀，你小子！景天你呢？我，我当初游泳就是为了上大学，我现在其实想一直游下去。我也得带着浩哥你的梦想一起走啊，而且我也想当教练，因为我觉得教练很酷。但是拿教练的话，应该得拿很好的成绩吧，不然以后没人服我。你是带着你一窝子学生窝网吧打游戏？下去，来，再走一个，来，走一个，为锦标赛加油！加油，干了！怎么了？我收到你消息就来了。我决定参加馆里的交流活动，可能要出去一段时间。怎么这么突然？其实也不突然，这个决定我考虑了很久，只是前段时间被一些事儿牵绊住了。再说了，在这里待久了，出去也有一个新的开始嘛。那祝你一切顺利。你不会把我这个朋友忘了吧，冠军？莹莹最终决定接受这次去国外交流的机会，我为她感到高兴。我和她的海洋朋友们将会给她送上最真挚的祝福。距离锦标赛呢还有3天时间，我知道大家付出了很多，非常辛苦，所以再次感谢你们的付出，感谢你们的努力，还有所有的教练们，一直都奋战在第一线。下面请谷教练给我们说2句吧。锦标赛对于各位的意义，对于运动员来说，我相信各位都非常清楚。我希望大家拿出12分的力量来备战这次锦标赛。当然，
大家也不要过于紧张。隔壁省虽然是强队，但也不至于强的无法战胜的地步。我们的运动员还是有机会的，大家想赢就要拿出赢的气势来，赢的态度来。但大家也不要过于紧张，还要就是注意身体，千万不要受伤。我就说这么多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加油！声音不够大。加油！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！您现在看到的是呼一杯游泳锦标赛的比赛现场，马上要进行的是男子4×100米接力预选赛。都准备好了？都完事儿了？现在选手们都已经陆续进场了，开始了热身准备。哎，周瑜看着还不错啊。 5号看着好像也没什么问题。咱们队这段时间真是多灾多难。小刘，怎么样啊？比赛完了？不错，小组第一。哎，看老刘那张脸，瞧把他给嘚瑟的。选手们已经就位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Take you mark。比赛开始。可以看到啊，现在具有实力的小组都有所保留。 对于他们来说啊，只要进入前6名就拥有决赛资格。枝江省队派出的第一棒是周瑜，看来周瑜已经克服了起跳问题，这次起跳非常漂亮。周瑜的第一棒极具优势。好，5号第2棒，游得不错。 5号虽然肩伤在身啊，但还是把枝江省队的优势保持住了。5号还得再加把劲儿。没有关系，还有第3棒。还有我请假。小将胡景天开始了第3棒。 虽然对手超过了他，但胡景天紧紧咬住了差距，他们与第1名的差距并不大。让我们来看看高峰的最后一棒，可以看到啊，高峰正在全力加速。好，最后的冲刺。 最终预选赛的比赛结果，让我们来看比分牌：奇湖队夺得第1名，枝江队夺得第2名，西津队获得第3。还行，还行，第2。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决赛的名单和顺序出来了，你们4个游得不错。决赛的8个队伍，我们排在第3位，
前2个虽然有国家级别的运动员，但我们的成绩也不差，我们有信心。好。我想大家都知道，这个预赛是试探性的，只要能保证进决赛就可以了。所以你们不用太在意这个预赛成绩啊，毕竟大家都是有所保留的去参加这个预赛的。就是我们才是最厉害的，王继飞那些不行。有自信心是好的，别盲目自信啊。行吧，大家赶紧收拾一下，回去好好休息。只有休息好了，明天在决赛当中才能发挥出最好水平。好，走了。走吧，回去休息了。哦，我想一个人静会儿。比赛结束了，过了事情就不要再多想了，啊？没事，你先回去吧。啊，我真没事。真没事啊？快点啊！在新一轮的小组赛中，南湖省队夺得第1，王继飞的实力依然给对手带来巨大威胁。在决赛中，不管谁遇到王继飞，对他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付鑫他们省队的水平很不均匀，其他3个人的水平跟付鑫有很大差距。到了决赛，他们肯定不敢把付鑫放在最后一棒，应该是第1棒。有道理。哎，那你觉得老刘他们队呢？老刘他们的队现在有3名国家队队员，水平很均衡。这个王继飞既有可能是第1棒，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棒。嘿，这个老刘啊，现在的心思真的是很难琢磨。继飞，你觉得浙江省队这次的接力排位顺序会和上次一样吗？我认为不会，不然这样不会显得他们太傻了吗？我们赌一把。赌什么？就赌王继飞是最后一棒。不好说，一般人都会觉得不一样。要是一样的话，说不定会很出其不意。教练，我建议你还是把我放在最后一棒吧，也不要整什么出其不意了。为什么？我觉得你更合适第1棒，迅速的可以跟他们拉开差距。相对于预赛，我们也换一下排兵布阵。吴昊第1棒，高峰第2棒。如果吴昊游得好，第2棒的高峰可以继续扩大优势；如果吴昊游得不好，高峰可以缩短距离。因为我赌周瑜会在最后一棒。如果周瑜在最后一棒，而我们队对应最后一棒不是我的话，那我们就很有可能输掉比赛。你的意思是让周瑜继续对上王继飞？教练，相信我，我的直觉是不会错的。一提到王继飞，又坐不住了。我现在是很担心周瑜的心态啊。毕竟上次他已经输给王继飞1次了，而且周瑜最近的状态一直是起起伏伏，很不稳定。倒是高峰最近状态非常稳定。我在想，是不是让高峰对上王继飞，或许会更好。不，老梁，如果我们的最后目标还是王继飞，相信我，只有周瑜能打败他。明天还有比赛呢，早点休息吧。接力赛的结果，我们4个人一起承担。
你不要把所有担子都放在自己身上，啊。高峰，接力赛我们会赢。你也不要给自己这么大压力。不管以后我们是在国家队，或者是省队，或者别的什么地方，我们之间一起经历过的那些不会消失。不，我们一定会赢。一定会。浩哥，你拿相机去厕所干嘛呀？没有啊。你不是在拍新那种不干净的东西吧？想多了，怎么可能？你有问题。没有。你有问题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真没有。哎，我看看。真没有。我看看。王继飞，作为这次比赛的种子选手，你有压力吗？这次比赛只要有我的项目，冠军就是我的，其他人想都不要想。谢谢大家。王继飞，再说两句吧，王继飞，高峰，周瑜他们呢？他们进去了。你出国回来了？是啊，我来给你们加油的。等比赛结束了，我给你们一个个做专访。好，我会好好配合你的。那我还有比赛，我就先进去了。老谷，陈队医来了。陈队医，来看一看。有点严重。5号，这是旧伤又发了。做准备活动的时候用力过猛，抻着了。那他还能参加比赛吗？教练，哎，别动，我可以。可不可以不是你说了算，是队医来决定的。对，5号，你先别着急，等陈队医检查完了再说。我坚持到今天，就是为了这次比赛。陈队医，他的情况怎么样？他的情况比较严重，如果要坚持比赛，只有一个办法，打封闭。我能接受。啊？你确定？我确定。5号，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打完封闭，你可能需要很长时间，都不一定恢复得好。我想清楚了，谷教练。闭上，打吧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烘焙杯游泳锦标赛的比赛现场，马上要进行的是男子4×100米接力比赛的决赛。大家应该都知道，接力赛考验的是运动员的爆发力和冲刺能力。是的，而且对于团体战来说，每个人的肩膀上扛起的都是集体荣誉，这也使比赛极具观赏性。对，当然，团体作战考验的不仅是队员的实力，也考验着教练的能力。刚巧的是，这次浙江省队派出的接力队员就是众所周知的新4大天王，带领他们的教练古罗和梁永光也是曾经的老4大天王，而南湖省队带领王牌勇将王继飞的教练，刚好也是古罗和梁永光的老队友，也是曾经的4大天王之一，
刘海波教练。所以说，这真的是一场非常有看头的比赛。好了，运动员都已经上场就位，让我们来期待这一场巅峰角逐。老谷，被你猜中了啊！什么？前几天我跟老谷在制定决赛方案的时候，老谷就断定老刘不会让王继飞出现在第一棒，一定会安排在最后一棒。现在看来老谷料事如神呐啊！过奖了，我只是提个建议，最终决定权还是你的主教练。哎呀，老谷，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了啊！服你，心服口服。你们俩这么和谐，我甚是欣慰。看出来了，运动员们已经准备就位了。好了，比赛即将开始。可以看到，运动员们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他们的教练员都在给他们加油打气。加油！5号。比赛即将开始。比赛开始，浙江队员5号第一棒，虽然身负肩伤，但他在出发之后速度非常快。不好，5号被南湖省队队员领先了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有第二棒。高峰接棒第二棒，高峰的状态非常不错，他把差距缩小了。继续保持。好，好，第一次转身。第3棒胡景天，小将胡景天咬得很牢，并没有给对手机会。好，决定权交到了最后一棒周瑜的手里。第4棒，周瑜和王继飞展开了角逐。周瑜的开场非常漂亮，他紧紧咬住了与王继飞的差距。现在出比的是王继飞，他保持领先，周瑜紧追其后，还剩最后的50米，周瑜是否有机会超越王继飞，创造奇迹呢？周瑜加油！加油！稳住，稳住！好，好，好！加油！现在全场的观众都沸腾了。让我们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。周瑜还在加速，周瑜飞上来了，周瑜超越了王继飞，至江省夺得了冠军，这是历史性的一刻。在被对手力压多年之后，他们终于超越了南湖省。没错，他们值得这一次的冠军荣誉。接力赛我们会赢。接力赛的结果，我们4个人一起承担。不，我们一定会赢。
梁、小刘，老吴，我真心的恭喜你们，谢谢，赢得漂亮。我们下次比赛再见，等你们。我们先下去了，好。小时候我看了一场你爸的比赛，我没有想到有人游泳竟然可以如此体现生命的张力和表现力。这就是你为什么一直针对我的原因吗？针对？准确的来说，我是一直在关注你的。金牌还没到手呢，就乐成这样。叶军长不大的孩子。那个，今天是我职业生涯最后一次比赛，我不太会说话，谢谢你们。哎，还有，我想提一个要求，虽然可能不太合规定。之后的颁奖典礼，我想让谷教练和梁教练和我们一起上台，行不行？赞同。哎呀，首先心意领了啊！这个领奖台呢，我跟老谷都上去了好多次了，站也站够了。现在是属于你们的高光时刻，我跟老谷，我们俩老家伙就别上去了吧啊！你们的这份情，我和梁教练领了。但规矩就是规矩，你们4个就好好的享受台上的美好时光吧。好，看你们教练多好。行了，赶紧准备准备吧，一会儿还要领奖呢。啊，好，一会儿开始了，走吧。继续沸腾起来，留点体力上领奖台。来，一起看这里，准备，3、2、1。哎，景天，就他俩这状态，我觉得明天可以拿下王继飞。哎，还是要保存一点实力。我觉得随随便便，完全不给他机会。我也觉得，练得这么好，是不是应该发挥一下？发挥什么呀？教练，谷教练，知道了啊。到了，看着状态不错嘛，一个个的啊，累不累？啊，不累，来，坐，赶紧坐。哎呀，来，教练说2句。哎，不，领队先说，领队领头人呢？啊，来，我们欢迎领队给我们说几句。领队说。那我就当仁不让了啊。因为后面还有单人的比赛，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就小小的聚个餐，小小的庆祝一下。确实应该庆祝。你们知道不知道？这是咱们省队时隔8年获得的第1个接力赛的冠军。哎呀，接下来
我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感谢4位努力拼搏的英雄。下面再请2位教练说2句，然后我们就以茶代酒，祝贺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谷教练整2句。郝队说的已经很好了，我就不多说什么了。这次能够夺得接力赛的冠军，在座的4位是功不可没的，少1位都不会有今天的胜利成果。但我想说的不是这些，我想说的是你们4位身上的特点、天赋都要发挥到最大化，要为自己制定更高的人生目标，比如亚运会冠军、奥运会冠军。给大家鼓励的话，谷教练已经说过了啊。给大家总结性的话，领队也说过了。我就说一句，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都是我的骄傲。好，咱们以茶代酒，祝贺你们！好。其实我觉得今天还有一个要感谢的人，就是冰冰姐。哎，对，我们应该敬冰冰老师一杯。要是没有冰冰姐，我们连比赛都参加不了。敬冰冰老师，来。冰冰老师来，敬冰冰姐。虽然我不在学校了，但是你们以后文化课还是好好听讲啊。好的，加油！谢谢冰冰姐，加油！加油！赶紧吃吧，今天郝队准备了这么一桌丰盛的晚餐，还不动筷子？赶紧的，吃吧，动筷子。来，来吧，我出去一下。喝一小杯。好。今天可以多吃。我出去。多后面还有吃面呢。这么多。哎，后来你怎么了？你咋了？哎，别碰他肩膀。是不是肩伤复发了？去医院，走。我带他们去医院了。我先走，别着急啊，小心脚下。谷教练来电话了。来，快过来，快过来。谷教练马上打过来啊。老谷，什么情况？他没事了，刚刚做完手术。来，你们跟他说话。本来还想在现场看你们比赛，给你们加油，现在只能在医院看直播了。你们3个，我真的放心不下。周宇，不要把压力扛在自己身上，不要再封闭自己了。我希望你在成绩越来越好的时候，也能比以前越来越开心。高峰，通过上次的事儿，你已经成熟很多了。你这么自律和努力，一定可以进国家队，成为中流砥柱的。景天，你是我最放不下的。看起来你是大大咧咧的，对什么事都无所谓，但我知道，只要一提到训练和游泳，你就不是无所谓的。
还记得我跟你说的吗？你很棒，你付出努力，你有天赋，不输给任何人。还记得你说过的吗？你会带着我的梦想一直游下去。所以你不是一个人，要自信一点，你可以的。好了，不要说太多了。你们也早点休息吧，明天还有比赛呢。行。那没事，你们也都回去早点休息啊。准备后面的比赛。好。好。拜拜，教练。再见。要不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明天一早我就回了。你也早点休息吧，老梁。好，等你啊。哎，妈，你什么时候手术啊？啊，我手术时间还早着呢，下周3吧。下周3啊。哎，你不用担心我这边一切都特别好，好好比赛啊，这次争取给妈拿一个金牌回来。行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赢。妈妈从来都是相信你的，别忘了，你是一条会飞的鱼，打败王继飞，游出最好的成绩。好。昨天表现不错，进了6个项目的决赛，今天依然要加油啊！还是那句话，只要进入决赛就行，成绩不重要。放开了游，你们是最棒的。好。护士。啊，感觉怎么样？啊，还行。来，我看一下啊。护士，能帮我开一下电视吗？这个恐怕……我有个很重要的比赛要看，拜托。哦，好吧，你稍等啊。好的，马上要进行的是男子200米自由泳预赛。本场参加的选手里有枝江队的高峰，这也是他在舆论风波平息后，在全国性赛事上的首次单独亮相，可以关注一下他的成绩。在接下来的一场预选赛中，我们还能看到另一位最受期待的黑马选手周瑜。好的，现在比赛即将开始。喂。原来，我妈跟我说下周3才做手术，她是骗我的。她的病情恶化了，医院告知了光光，当天，她便进了重症监护室。光光、谷教练还有号领队商量之后，还是决定告诉我。那时候距离我和王继飞的单人决赛只剩3个小时。有什么事非得出来说啊？没有，你说吧。小鱼，你先别着急，我跟你说啊，是这样的。你妈妈现在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，因为她病情一直有反复，所以这次
这次又去接受治疗了。不是说我们不告诉你，是你妈妈特意打电话嘱咐我跟谷教练说不要告诉你，因为她怕影响你心情参加最后的比赛，啊。而且刚才我接到一个电话，医院下病危通知书了。哎。你还记得你跟我说过的话吗？你放心吧，这次我肯定拿金牌。我相信你，快回去吧。不行，那你得答应我，要是我拿了金牌，你就得好起来。我答应你。拉钩。拉钩。盖章。盖章。阻挡老去的时光，夏天的夜里，你为我摇着扇子，是我拿到金牌，就会好。我现在拿到了，现在拿到了。想到那时的饭菜，现在还是会很馋。光阴的船啊，它摇啊摇。光阴的船啊，你慢些走。你像春天的风，吹呀吹呀，开花了冰封，像夏天的光，洒呀洒呀，照亮了我的故乡。是你的爱呀，沉默着，守着我的梦，而我的挽留无法阻挡老去的时光。妈，观众朋友们，您现在看到的是公益杯游泳锦标赛的比赛现场，马上要进行的是400米男子单人自由泳决赛。400米呢，既考验游泳运动员的耐力和体力，冲击阶段也同样需要相当的爆发力。好，现在入场的是今年的泳坛黑马周瑜。
他将代替之江队的老将吴昊，和本场比赛的劲敌泳坛大魔王王继飞一决高下。在刚刚结束的4乘100米男子自由泳接力比赛中，周瑜率领的之江省队创造了奇迹，第一次赢过了南湖省的王继飞队，这让周瑜和王继飞的1v1再次成为了全场瞩目的焦点。王继飞的个人实力让每一位对手都深感畏惧，近几年还没有人能在单项上击败他。但400米都不是他们的舒适区，到底谁会成为今年400米男子自由泳的冠军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好的，选手们已经就位，比赛即将开始。比赛开始，周瑜的起跳堪称完美，王继飞入水后的速度非常快，周瑜也游得非常迅猛，和王继飞咬得很紧。两人目前位列第1、第2，王继飞的速度依然在加快，周瑜也加速了。两人并驾齐驱。好，我们看到看台上的教练们已经坐不住了。周瑜上来了，周瑜还在提速，但王继飞还是在他前面。周瑜上来了，追平了王继飞。周瑜超过了王继飞。但王继飞很快又追了上来，王继飞还是第1。周瑜再次提速，周瑜追平了王继飞，他的优势还在。好，现在几乎是平行的两人，马上就是终点。冲刺阶段，最后一点距离。周瑜能否稳住呢？周瑜，加油！其他选手也在奋起直追。我们看到周瑜目前领先，王继飞加速了。马上就到终点，周瑜稳住，稳住！周瑜和王继飞几乎是同时触壁，到底谁是冠军？让我们关注比分牌。是周瑜，周瑜险胜王继飞0.02秒。周瑜又一次战胜了王继飞，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个人单项冠军，也是属于他自己的一次奇迹。就算大海是无限，我也要勇往直前。当我逆流而上，看到的是广阔的天。王继飞，你这才输了1次，没必要这么气馁吧？我并没有气馁，我只是放松了一些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王者了，你就是我最大的目标了。匆匆的流年，别把每个遗憾丢在慵懒的昨天，别把每次努力抛给遥远的明天。明天。我亲爱的儿子，
你终于夺得了冠军，拿到了金牌。妈妈为你激动和自豪。看到你赢得比赛后，激昂地在水里挥舞着双臂，你已经完美实现了和爸爸的约定。妈妈很欣慰。原来妈妈以为的为你好，并不是真的为你好。我的鱼儿认为好的，那才是真的好。妈妈希望你能继续保持对游泳运动的热爱和追求，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和实力。无论未来遇到什么，都永不言败，永不放弃。拉钩。盖章。相信天道酬勤。妈妈会一直支持你的梦想和努力，期待着你在未来的日子里勇攀高峰，不断超越自己。妈妈也一定会加油康复，争取在你参加亚运游泳比赛的时候，到场给你加油鼓劲。爱你的妈妈。我们好像到现在还都不明白青春和成长这两个词的分量，只是在失败、困惑里找到一些方向，而这个方向让我们勇敢起来。走一个。1、2、3，上！吴昊成了一名培养世界冠军的游泳教练，对泳道毫无保留的他，全情贡献着自己的能量。高峰在他发现自己热爱游泳的那刻，完成了与父亲的和解，翻过沟壑，他更加快乐。而胡景天，这小子口出狂言，要拿大满贯，但我才不会告诉他，比赛时他用尽全力的样子，已足够让人信任和钦佩。王继飞，我的对手，我们彼此竞争，相互扶持。奋斗是运动员的底色，投入赛场的那刻，已被赋予使命，何其幸运！只是我们需要在无数次的挫败里体会青春。我感觉得到一种能量，在一次次跨越自我后，在我的肌肉骨骼里坚实成长。这是一段无与伦比的旅程，我有幸经历，全情挥洒，我没有后悔。周宇，这次选拔赛的名单已经出来了，你也看到了，你差了0.01秒，你就可以代表国家队去参加亚运会的游泳比赛了。这不是你努力就可以简单迈过的门槛，一切都是未知。下个月的最后一次选拔赛，你还要继续参加吗？运动员的生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，代表着瓶颈期，你是否还有勇气再突破？选择权在你手上。勇往直前，永远向着终点，拼尽所有的力量，也要把梦想点燃。教练，我不想停下来，我要继续训练。好样的！在这样一个山川湖海都汇聚一方的历史名城中，人们对于运动的热爱造就着这个城市的中心力量。汗水挥洒着，大地沸腾着，健儿们拼搏着，
传统与未来相互交融着，一代又一代，周而复始，从未间断。从现在开始，所有的目光都将汇聚在这儿，汇聚在那些激荡飞腾的身影中。夜空璀璨，情意无边，绚丽的烟花正在以光的律动，传递光阴的概念，传递着人民的热爱与热血。让我们华夏儿女的奔腾血脉，共同迎接亚运